各位，今日同大家講下麒麟。嗱，古代嘅麒麟形象到底係點樣嚟嘅呢？呢個呢，就係漢代嘅麒麟形象，係一隻大羚羊或者係條頸好長嘅鹿，但係頭上邊呢得一隻角，而且呢隻角仲好似幾有格調咁樣。其實呢啲係漢代儒生對古籍嘅按圖索驥。咁呢個係明朝嘅麒麟，大家都知噶啦。其實就係長頸鹿。呢個長頸鹿麒麟其實係個意外嚟嘅，但係呢個意外嘅影響力大到超乎想象。而我哋大眾認知嘅麒麟係咁樣嘅：獅子頭，成身鱗片，頭上邊有兩隻鹿角。而呢個生鱗片嘅麒麟形象，實際上係宋朝一場外交事件喺民間嘅以訛傳訛。嗱，我哋結合古代文獻記載同埋古文字分析下，最早嘅麒麟到底係乜嘢？其實麒麟嘅真正原型係北京猿人嘅食物，而且喺南北朝嗰陣已經滅絕噶啦。咁我哋先講下最出名嘅長頸鹿麒麟。其實呢，喺鄭和下西洋嗰陣，船隊喺非洲帶翻嚟嘅長頸鹿，成班友仔就話係麒麟進貢俾明成祖皇帝。呢件事嘅史料呢，證據好充分，唔單止有古話歲鷹麒麟圖傳世，鄭和船隊嘅翻譯官馬寬有本著作叫做《瀛崖聖覽》，翻譯官備信所著嘅《星查聖覽》入邊呢，都可以睇到關於亞丹國同埋弗魯莫斯國出產麒麟嘅記載。以前呢，我都曾經以為係鄭和想擦老細鞋，俾啲情緒價值明成祖啫。不過後尾睇到更多資料，發現唔係咁簡單噃。鄭和船隊嘅長頸鹿基本呢係由亞丹國同弗魯莫斯國嗰度得到嘅。亞丹國就係今日亞丁灣沿岸國家，弗魯莫斯國就係今日嘅霍爾木茲海峽。呢啲地方其實都冇長頸鹿嘅，佢哋嘅長頸鹿主要係喺索馬里地區得翻嚟嘅。而索馬里當地嘅土話呢，長頸鹿叫做 Jiri， 所以麒麟將長頸鹿叫做麒麟。咁唔單止有情緒價值俾咗老細啊，而且亦係一種好優雅嘅音譯。呢個音譯影響力好大啊！唔單止喺今日，日本仲叫長頸鹿做麒麟啊。好多絕咗種嘅長頸鹿科動物中文名亦都係叫做乜乜麟嘅。邊個估到一個索馬里嘅諧音 Jiri， 竟然令長頸鹿成為中國神獸，連日本都跟埋添。明朝將長頸鹿翻譯做麒麟，亦都係純粹因為有東非語言呢個巧合。喺同東非有大量直接來往之前，中國古籍亦都有長頸鹿嘅記載，但係一啲都冇講到麒麟嘅喎。譬如喺南宋《諸番誌》入邊呢，就記載咗長頸鹿嘅另一個翻譯名，叫做騅鱲。形如駱駝而大如牛，色黃，前腳高5尺，後低3尺，頭高向上，皮厚1寸。呢個騅鱲就係當時長頸鹿嘅音譯，係嚟自阿拉伯話嘅。鄭和船隊嘅記錄入邊，亦都有麒麟翻名祖剌法嘅記載。呢度嘅祖剌法同騅鱲一樣，都係音譯嚟自阿拉伯話嘅。如果冇索馬里話嘅音譯巧合，鄭和應該都唔敢亂叫長頸鹿做麒麟嘅。因為我哋大家都知道嘅獅子頭、鹿身、生鱗片嘅麒麟形象咧，喺宋代就已經有嘅啦。喺南宋時期嘅三觀巡視圖入邊呢，就有呢一種麒麟形象造型，同我哋今日嘅麒麟造型已經好接近嘅咧。成身都係鱗片，唯一兩樣嘢唔同呢，係宋代嘅麒麟頭仲係接近馬、鹿呢啲動物，而且個頭度得一隻角。而如果我哋睇翻漢唐時期嘅文物，就會發現漢唐時期嘅麒麟形象就係獨角嘅馬或者鹿，有啲角嘅頂係個玉球，生得都幾有藝術風格嘅。唐代嘅麒麟形象比起漢代呢，喺膊頭嗰度多咗對翼仔，但係點解偏偏宋代嘅麒麟多咗鱗片改咗造型呢？
就要講翻北宋時期嘅交趾共倫事件啦。按照北宋嘅《夢溪筆談》記載，當時嘅交趾，亦即係而家越南嘅北部，佢哋進貢咗麒麟俾宋朝，好似牛，但係大一啲，成身都有大鱗片，頭上邊得一隻角。嗱，睇翻啲古籍啊，同記載嘅麒麟唔一樣。當時有人稱之為山西嘅，但係犀牛冇聽講過話有鱗片嘅噃，冇人知道呢樣係乜嘢。嗱，聽到咁講，大家會唔會覺得奇怪呢？話晒今時今日，我哋睇好多非洲犀牛、印度犀牛啊，好多人嘅印象入邊啊，犀牛身上邊就係一浸好厚，好似鱗片鎧甲咁樣嘅硬皮。實際上，中國古代中原同江南地區嘅犀牛，更加似今日東南亞嘅蘇門答臘犀，係一種成身生咗絨毛嘅小型雙角犀。有鎧甲鱗片嘅犀牛喺中國古代就好少見嘅。咁樣加埋睇嚟，交趾國進貢嘅應該就係小獨角犀。交趾國認為呢隻獨角嘅就係麒麟，但係宋朝官方唔承認，認為麒麟唔係咁嘅樣嘅。不過雖然係咁，麒麟有鱗片呢一種講法喺民間就傳開啦，一直影響到今日添。而喺漢代去到唐代，麒麟嘅形象就係獨角嘅馬或者鹿。呢個形象呢，其實都幾符合上古文獻對麒麟嘅記載噶噃。按照爾雅嘅講法啊，麟均身牛尾一角。按照字面理解呢，麟嘅身就好似章咁樣，條尾似牛，頭上邊得一隻角。喺漢代，因為儒法陰陽合流思潮興起，啲人就開始同麟加咗好多好好嘅想象啦。好多儒生都記載話，麒麟個角尖嗰度呢，有嚿肉噶噃，顯示自己有武力，但係又唔會傷人，係一種有仁愛精神嘅動物。我哋今日見到各種漢代頭上有肉球角嘅麒麟呢，就係咁樣嚟噶啦。到咗魏晉時期，麒麟又進一步神化，簡直就係精靈而唔係動物。行蹤規矩，遊必擇地，長而後處，不理生蟲，不淺生草，不群居，不旅行，不入陷阱，不離羅網。亦即係話喺呢個時期，麒麟嘅形象已經由單純嘅獨角馬或者鹿加咗一對翼啦。我哋而家見到嘅麒麟形象呢，係由個膊頭位嗰度呢，伸咗一對好似長雲咁樣嘅器官出嚟，其實呢，就係一對翼咁樣嘅形狀。呢啲動物好明顯係冇㗎。就算我哋唔要鱗片、翼呢啲元素，漢代獨角鹿形象嘅麒麟呢，亦都好難成立㗎。先唔好講話鹿科同牛科幾乎冇獨角㗎。喺咁殘酷嘅自然環境，你幫頭上嗰隻獨角包一嚿腍白白嘅肉，有咩意思呢？咁中國嘅麒麟係咪同西方嘅獨角獸都係單純嘅想象同傳說呢？又唔係噃。實際上啊，各種早期文獻都可以證明麒麟係真實存在嘅。先唔好講話咩青銅器啊、甲骨文啊，左傳入邊啊都有打獵捕獲麒麟嘅記載。就算去到魏晉時期，鼓吹神話麒麟嘅知識分子亦都好尷尬，因為當時仲有麒麟嘅。你話佢係人獸、神獸，但係有啲人見過，唔係你講咁樣嘅噃。好啦，佢哋唯有喺書嗰度留低咁樣嘅記載：今并州界有靈，大小如鹿，非瑞應麟也。呢啲知識分子呢，一味話佢哋筆下嘅神獸麒麟係存在嘅噃。而喺并州邊境生活嗰啲同鹿一樣嘅麒麟，係一種普通嘅動物，就唔係瑞應麟。但呢個記載講明，一直到咗魏晉時期，并州邊境仲係有麒麟存在。咁最初嘅麒麟係點嘅樣，又係乜嘢嚟呢？我哋要睇啲更加簡單嘅資料先。首先，爾雅關於麟一角嘅記載就好可疑啦。漢代鼓吹嘅獨角肉球人獸麒麟，更加同先秦文獻矛盾。《詩經·周南》入邊有一首詩，叫做《麟之子》。
一般認為呢首詩係創作喺西周中期。論之子，真真公子，於嗟論兮；論之定，真真公姓，於嗟論兮；論之國，真真公族，於嗟論兮。呢度嘅真真呢，後世儒家都話係麒麟人首，認為係誠實敦厚咁嘅意思。而喺其他詩經嘅篇章度呢，真真無一例外都有繁茂嘅意思噃。仲有啊，喺詩經周南入邊，宗師入邊就咁寫啦：宗師語，申申兮，而以子孫真真兮。我哋今日仲係有麒麟送子呢個講法，以麒麟象徵子字繁盛呢首詩就係呢個講法嘅起源。既然用麒麟嘅角嚟比喻公侯家嘅開枝散葉，咁大家覺得一支光禿禿嘅角咁樣啱唔啱使啊？肯定要好似鹿角咁樣周圍開叉，咁先符合子孫繁衍、開枝散葉嘅比喻嘅。除此之外，甲骨文同金文入邊嘅麟字，亦都可以好清楚睇到兩隻角。咁樣喺爾雅入邊搞到後世謬以千里嘅麟一角嘅講法，又點得嚟嘅呢？或者爾雅入邊冇寫錯，係後人理解錯啫。咁就要講下東漢時期嘅無神論思想家王充啦噃。王充喺佢嘅論衡嗰度記載咗漢武帝時代發生嘅一件事。漢武帝在位嗰陣呢，捉咗一隻白色嘅麒麟，麒麟頭度有兩隻角，但係兩隻角咧就黐埋一齊。漢武帝命令傳令官中軍嚟傾呢件事呢，中軍就話：呢隻野獸嘅角黐埋一隻角，象徵天下大一統啊！王充用呢個故事證明所謂嘅祥瑞荒謬。佢認為啊，麒麟係野獸嚟嘅啫，所謂祥瑞都係啲人喺度穿鑿附會。而呢段記載最重要呢，就係令我哋完全了解所謂嘅一隻角係點樣嚟嘅。原文入邊話兩角而共抵，後面又話野獸而拱一角，其實唔係矛盾嘅。關鍵啊就係呢個拱字其實係共嘅通假字。意思就係兩隻角好似拱手禮咁樣擺埋一齊，話帶兩角共各角，其實就係頭頂上邊生咗兩隻角，而兩隻角就生埋一齊。嚟到呢度呢，答案已經出嚟嘅啦。所謂上古嘅麒麟，其實可能就係種骨鹿，佢係而家絕咗種嘅鹿，佢對角大過晒今日所有鹿，對角好似靈芝咁樣，額前嘅角呢，就好似兩隻門板咁樣齊齊整整喺埋一齊。大家睇下呢個角嘅形狀，似唔似一個人喺度拱手呢？咁大隻角，你話攞去寓意公侯家子孫繁盛啱唔啱先？而且詩入邊話麟之定真真公姓，用種骨鹿額頭嘅角去比喻公姓，咁除咗繁衍之外，又多咗相互團結、緊密抱團嘅意義。喺幾十萬年前，種骨鹿喺中國數量好多，體型又大，所以亦係當時北京猿人、和縣猿人最中意嘅獵物同食物。以前啲人認為種骨鹿呢種動物喺萬幾年前嘅氣候變化入邊已經滅絕，但係文獻同埋出土文物證明，好多同類生物一直到千幾年以前呢都仲有㗎噃。譬如話之前發現俾人認為喺萬幾年前已經絕種嘅奧氏馬，其實喺2000幾年前嘅華北大地仲有少量分布。奧氏馬同今日嘅斑馬有啲親戚關係嘅，而《山海經》入邊記載生虎紋嘅馬鹿屬，好可能就係先民對奧氏馬嘅記載。再比如話，中國最後斑鬣狗被認為喺萬幾年前滅絕，但其實喺商周時代仲有明顯鬣狗造型嘅青銅器，被認為喺1萬幾年前滅絕嘅巨貘，喺南北朝嘅文獻入邊仲有好明確嘅記載。所以少量嘅種骨鹿殘存到文明時代，被商周甚至漢魏嘅人捕獲，完全有可能嘅。不過喺魏晉嘅時候，或者因為種骨鹿真係滅絕晒，關於現實麒麟嘅記載呢，即刻冇咗。啲人對麒麟嘅記憶徹底被神化，亦都慢慢變成我哋今日所知道嘅形象。由種骨鹿嘅吉光片羽到長頸鹿驚鴻一瞥，喺古人心目中，
麒麟從來都唔係憑空虛構嘅神蹟，佢係先民對罕見生靈嘅好奇，係古人對仁愛秩序嘅寄託。當神話冇咗濾鏡，我哋見到嘅唔單止係一種滅絕動物嘅殘影，一種異域珍獸嘅影射，仲有祖先對天地自然異域嘅探索同追問。或者呢啲先至係祥瑞嘅真諦，喺天地之間、虛實之間，對世界進行不懈嘅追尋同埋想象。今日就係咁先，我哋下期再見。